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。哇，今日当翻译做得了，大家来讲，你皮肤嘅事情吼，皮肤係你身體動態嘅習慣。唔過，大家可能會想面嘅保養，唔講因為想講用於保養你嘅手、你嘅腳骨、嘅身體，唔係講有冇問題，用於老醫生來討論咧。今日當翻譯繞強度嘅係類似恩主講嘅皮膚科嘅注意，望其先欣賞嚟到兩篇分享欣賞。大家好，我是恩主公医院皮膚科王啟賢，今日要圖大家認識皮膚、了解皮膚嘅問題。耶！為什麼要拍手？因為啟生，你是不是這個 opening 同媽媽練習練挺久？有練過哦，有練過。我說你知道講客家話嘅壓力卡帶，還是講皮膚嘅問題嘅壓力卡帶？講客話嘅壓力卡帶。講客話嘅壓力卡帶係嘛？啊、好，那今天趕快來教大家講客語。今日嘅老古言兒同大家來分享起碼嘅東西咧，我先來念一遍開略嘅啊哈。今日大家來講嘅係毗鄰學殘。聽起來你有知道清困難嗎？念起來就唔可以清困難。你要念一下迄個西洋用語，用念毗鄰學殘。對，意思係嘛解咧，就會講大家想看啊，毗鄰就是好像你的皮膚跟魚鱗一樣，學殘學就是殼，對不對？殘就是像有時候我們在講那個手指也是接，就是這邊好像會有這個鬚那種翹起來嘅時節，大家會講殘起來，所以就好像說哇，你的皮膚跟鱗條然後都這樣子。好像有那種裂開來按用型，對不對？所以這是告訴大家，老大家都講嘛解，哇，你的皮膚係講毗鄰學殘，就是會覺得你真的是歷盡艱辛的感覺，好辛苦哦。所以講到兩篇咧，老大家都講你係今屆老古年語，唔該講嘅係嘛解咧？是講到老皮膚有關係，用英講咧，經常問一下，如果我們的手你改修毗鄰學殘的時候要怎麼辦？應該數係挺辛苦嘅習慣哈，做事情沒有用到數，打天龍沒有用到數，洗衫食飯哈，洗那個奶下都用，所以應該數太早嘅時間要擦乳液。對，啊最重要是預防重於治療，所以做兩件事情該之前就會刮樹頭，好，這是最重要嘅事情。洗面唔是，洗面洗身，好，這個清潔劑是人體用的，洗碗好。入奶下，這個是清潔物品用的，你還冇用清潔物品用的清潔劑，而做事嘅時節要戴手套。真的，真嘅，還有輕鬆用哦。所以青島嘅媽媽哋幫下洗碗嘅時節，其實沒有帶那個塑蠟嘅，那是真的皮膚會變得好像粗粗的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那個連續劇裡面演說，你看我做洗做到皮膚暗用，你係真嘅，對不對？對，如果洗1年唔會，洗2年咩唔會，洗1生年就會，就會哈。係啊，所以同大家嚟講嘅就會講，其實係講你真正嘅做家事，洗碗也用那種化學的清潔劑的時候，聽說會帶給塑蠟嘅按鈕這樣做的，對不對？所以其實今天其實請醫師來到這邊，其實我要先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先恭喜醫師出了一本新書，謝謝，秒懂肌膚，對不對？這本書花了多久時間？幾久嘅時間？差不多半年，哈，才半年你就寫好了。這麼快？因為兩種醫學的東西，其實它的知識是與時俱進的，以下就冇用嘞。所以它最重要的事情要讓現在就讓大家知道。真經哈，其實一本書真經還可以哈，看過後我才知道，一般來講，其實你真經會理解，因為很多人他其實不了解，也冇了解自己的肌膚其實是多麼的重要。大家都會想講保養你的臉，對不對？大家都要擦乳液，好多化妝品按佢講過。不過真經你問到佢講，你洗身嘅時間很容易洗，你嘅腳骨很容易，你的腳要怎麼去保養？黑妹有香港腳也很用，不過大家就真經唔定。對啊，對，所以一本書同大家來講，就會講，你有沒有去了解你自己的肌膚？你對自己的肌膚是不是真的有認識？要輕中優，真的哈。所以一開始，我們就先來問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哈，臉這件事情，你有洗面才是正確的，洗面倆事情輕鬆優，因為最多洗2擺就好了。有見到人洗來，好檢查誒，空氣按唔好，到辦公室又洗臉，董叔出去吃飯流汗盡了又洗面，按時條轉衣服下又洗面，而水母又洗面，不管是男生跟女生，一天最多洗2次臉。中間如果你中間需要有點髒的話，水潑一潑就好，不要每次都用洗面乳。
为什么不可以洗很多次？因为我们皮肤有正常的油脂的分泌，有正常的角质的代谢，洗面洗个贴多白，这个正常的东西就会被你洗掉。这东西本来是用来保护你该皮肤的，都不能洗呛呛的呀。可是因为一般来讲，出门的时间有没有你就会擦防晒乳按这东西。可是你像看啊，我早上出门的时间我有擦防晒，结果我都冻住的时间，因为流汗啊，要吃到清走按用，所以我如果再洗。然后再重新擦乳液跟防晒，按用做唔得咩？如果你有重新重复后面的步骤，按用做冇问题。因为你就洗后给做摩擦东西，按用做这种。唔过洗面嘅时间还没有分，比如讲婴儿嘅，也系青少年，唔过也像成人，也系老人家。其实洗面嘅防湿也系要注意的事情是冇共用嘅。像婴儿都就是刚出生，该皮肤都清油，所以做我们的洗面不可以用清洁剂。要记得水洗之后嘞。好，就拿那个棉布的毛巾沾水，把重要的器官擦干净，然后擦干按用之后。一般6岁以前不建议使用洗面乳。6岁以前皮肤的油脂还没有开始分泌，不建议。10岁以上，连他青春期了嘞，开始皮肤有点分泌油脂了，10岁以上建议开始用洗面乳。青豆妈妈就讲，俺这来的吼，就有不该调，就是青春痘，还没洗面洗抹强力这样会按用。其实青春痘真的不是单单只有洗脸的问题，所以不是只有靠洗脸就可以解决青春痘的状况。姑说也还抢少年的问题，还讲像太黏嘞，太黏哈，就从谁来没有化妆，那就用一般的洗面乳。那个女生如果有化妆，或者是你有用粉底，或者是你有擦有颜色的防晒，这样就记得要卸妆。跟大家讲一个洗脸的黄金预律，就是洗面以后20分钟，你该皮肤做唔得按用缝，然后白按用，就不可以紧绷。姑说你讲的就会我们泰嘎讲的洗脸的铁律，系冇？因为其实泰嘎就会摸拿。老实讲吼，一下给市面上有青豆的保养品，因为洗面你一定要擦保养品。泰家就按讲，迄讲你会看起来吼唔会老，也系讲保持年轻，就是2件事情。第一就是保湿，第二就是要擦防晒。不说泰家就会讲，你洗完脸之后好多的保养品哦，好多要擦，对，所以其实不一定吗？不一定，一般我们建议是清洁。保湿、防晒，3大步骤。20条就会1、2、3，只有省烘起来洗面以后擦一点保湿。如果你的脸不会很干，是比较油脂的，比较会长痘痘的，甚至这个不一定需要哦。然后再来最后就是防晒，防晒是因为要阻隔紫外线对我们的伤害。那如果你都是室内工作者，故意都地不哈干，都抹出门，这样也不一定要擦。好，那按时条水抹就是洗脸，然后保湿，1、2，我就做对了。你就做对哈。对，迄讲基本你黑撩你有没有？你客厅你不会出门啊，你刚好在房间有没有？又不会直接本给你条塞到。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很懒的时候，你也可能清水洗一洗，也不一定听说用洗面乳，或是嘛该化妆品啊、隔离霜这些东西。所以欣赏你的皮肤按后，黑妹你就会按有保养的。其实我们有学过这个6该，你该皮肤该特性，你才会做一个正确的保养。就是跟大家重复清洁、保湿、防晒。那就是根据你露营咖就是它抹天露营咖皮肤该油脂分泌比较少，然后露营咖没它抹出门。对，所以像早上起来那一次就洗水之后嘞，还不一定要加洗面乳。那如果白天有运动一整天，然后有忙有煮菜，有一些脸上有一些脏污，按时条水抹一浅，洗面才用洗面乳做的。真的，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他有发现吗？黑公其实你这边手部的皮肤有时候不一定比脸部差。就是有时候你脸的皮肤好像青痘跟问题有冇？一下这边贴油，一下这边毛细孔又粗大有冇？黑毛一下又长斑呀有。我知道抹针口跟洗面跟防晒，也还有抹针口跟保养跟防晒，你搞不好会把肌肤弄得更不好。没错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有可能。而且面跟皮肤是最辛苦的，跟很甜做衫面也没有包起来，对吗？然后大热天，就是身体可能有穿比较凉快的衣服，脸还是那一张脸，对，所以脸的皮肤是最难照顾。那身体呢？我们每天都要洗澡，但你都会晒身。是。
一天可以，你刚刚说洗面100，一日总得超过200啊，洗身呢？洗身100就好了哦。然后一天有跟人讲，哎呀流汗不舒服，而且洗身，你就水冲冲了就好了，不要再加太多清洁剂。哦，不要吗？不要，因为皮肤也是一样。有该骗人讲，你洗好，你都有擦乳液保养啊。那如果问你讲，你何苦把皮肤天然的油都洗光，再补它人工的？对，所以其实重点部位用一下适量的清洁剂就好了。不用全身都像广告一样涂满那个泡泡，然后再冲水，真的用太多，因为连它刚才清洁剂很多是一些化学的成分的界面活性剂，洗得太过度，皮肤该保肤该东西都洗太。不过可以讲，强调的黑就是天然的橄榄油的冷压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皂，手工皂啊，洗过你就低嘞。洗过你就看你该皮肤会贴着膜，会绑绑膜，会不会有紧绷感，或是有刺痒感，就是用过就最知道了。对，说是一回事，可是用在每个人身上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其实老大家在讲的是，伊面呢紧松来讲，因一总得洗超过200，而洗性的时间，每次从性上讲的，你来讲贵性高度冻豆改，你讲擦固然嘛改洗到贵性破，是代表应该皮肤就得洗到冻强，还有嘛个要注意，你等下怎来讲。你比较强度的是按主讲皮肤科界，网线上咧都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讲，其实你个皮肤好，只是让你大家一般上的无强容。对，我们讲到洗身也可以湿气哈，其实公司开发以前洗嘅时间啊，迄讲寒天嘅时间，妈妈会讲啊呀，因为天时清寒有冇？嗰种你就唔是洗身，你就重点部位洗一洗就好诶，这样可以吗？做得啦，哈，洗身跟洗面最重要就会看你个皮肤的特性。好，寒天，刚刚主持人有强调寒天，寒天暗寒比较没有流汗，寒天又做散，好，所以你的皮肤比较没有接触到外界，所以你就洗漱面就做得嘞。然后夏天这样就做唔得嘞，夏天因为有流很多汗，皮肤有很多油脂，你就晒一头，所以那就会把一些皮肤的脏污，要把它用清洁的方式洗掉。不过平常你在看问诊时，会不会遇到青痘跟瘾啊？比如讲可能洗澡有没有洗次数洗太少，或者是洗太多，都造成皮肤跟问题。洗身该问题就是我们说过于不及都不好。好，像有该住这个安养院该骗你，有该1礼拜就洗身200天天。那种会贴多啊，因为机构太大，病人太多，所以没有办法洗。哎呀，就这2次就要把它洗得比较干净，因为1礼拜这样洗200身天天。那如果说他都是卧床，可是有伤口。这样的这个部分在伤口照顾上就要特别的小心。洗身洗贴多摆，就是有该老人家退休了没？好，给早晨去运动跑步，转轮要洗身。好，下晝去散步，转轮要洗身。按时头会睡梦嘞，要上床又在洗澡，哎呀，就贴多摆嘞。好，所以我就像刚刚建议的，会睡梦以前该摆就用清洁剂。其他就是用水冲过，那样做好。因为有一些你就会像你填给时间，不要洗身的时间就知道很舒服，那做在水母。不过天你去上班的时间，他会觉得要淋浴一下，他才会有精神。是，我说做的建议大家，还讲你早上去上班的时间，你淋浴的时候其实不要用清洁剂，对，就洗水。对，洗水你就做得嘞。如果有啲清洋葱的问题，就会讲寒天的时间有青痘跟老人家去吃到去洗身的时间，他会洗很热的水。想说有青苔该问题，因为大家有没有试过用热水洗碗，跟用冷水洗碗？用手水洗，碗就会很干净，对，很涩，很干净。用冷水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力道，所以你洗水、洗身、洗贴手，没很强用。你该皮肤该油脂都不能洗贴去。那尤其在冬天，皮肤更需要油脂来保护，用出气不好。而且，洗身水做唔得贴手，没做唔得拿该面巾，太力紧撸。有个老人家洗身就会紧撸，等一下，可是我想要去角质，做的嘛，去角质，对，这个观念很好，一张烟100株做的，1个月一次，每天去角质，皮肤该代谢差不多，就会3个礼拜都一张烟，所以你每天去角质，去的太过度，就像你罚钱，你就罚贴多钱贴嘞，那你是不是要补很多的
乳液回来，真的。对，还有注重对。我觉得唐喜他按我跟我有一种杠钩，就是去角质跟不要洗澡，选择不要洗澡可能还比较好一点点。没啦，还是要正确的清洁哈，按我这样做对。不过有时候像是女生。好 ，same way 你有时候会觉得，可能因为在私密部位，可能因为天气晴热啊，或者是因为闷热，比较容易感染，就会有一点痒痒的或是什么。某个轻度有没有看欣赏嘅冇问题，冇有你就会吃到讲，我细神嘅时间，我用较少嘅水，对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杀菌？有按个共法。私密第一个热水，它绝对没有办法杀菌。好，然后再来私密部位的痒，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细菌或是念珠菌的问题，它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有很多人你们就排泄没，就不敢来看医生，给出自己解决。那 DIY 的方法要让它止痒，他就有些人用冰的，有些人用热的，黑抹就清洁剂。对。用这种极度的温度的改变去解决它的痒的感觉，我都气母红，会中对，这样是伤害你的皮肤，其实反而是伤害。不过共同鸦片呢，我们讲的是细神跟问题，鸦吃懂，因为皮肤跟问题轻抖，我们说全身上下都会皮肤嘛，我鸦有轻抖，你会去纹眉，这样子对皮肤其实有青苔给养用这两样功哦。现在龙太给他讲一下，纹眉就是利用针。或是利用一些机器，把我们的色料刺在我们的真皮层里面。不管是纹眉、雾眉、漂眉都是，只是它的器具从比较古代的器具，然后到现在比较先进的器具一样。它空有看刺眼，对，空有它刺眼。不过它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，就是把这个色料放在你的皮肤里。所以如果你本身不会对这个色料过敏，是抹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如果说是刺青刺在身上，就要看你的包括。器具是不是干净？因为毕竟都是有针会刺到你的皮肤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用的色料的纯度 O 不 OK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当你想要改变它的时候怎么办？可是有青头给你呀，他会讲，其实你去纹眉啊，或是雾眉，他会说，你是谁？青刺眼、斑眼沟后，个颜色会越来越淡啊，也会消失，有按个功法，看它刺的深浅哦，刺的比较深，用珠。不用它鼓，就不会那么容易脱落。刺的比较浅，它比较容易就淡化，然后慢慢就不见。可是你来讲还有纹眉，它有青头给你，就是纹那个唇，是，哇，那个很痛，对不对？纹唇清通，然后纹唇的话，就是利用红色的色料刺在我们的嘴唇上。那嘴唇本身是很敏感的部位，然后再来它刺的颜色是红色的，红色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色料。会上麻药啊。对啊，上麻药本身是一一种医疗行为，这个大家要注意。上麻药一定要在医疗院所。所以如果说你一般给工作室，你跟他说你要雾眉、纹眉或是纹唇，如果有使用麻药的话，这样子在规范上是不合法的。是哇，所以故说真给太敢要注意，因为太敢可能像纹眉呀还有纹唇，是因为什么你会讲嘛？不过你迄个时的真银，你会很确定。那个是不是真银清安全，也是合法的使用？是对。不过你看哦，我们从洗面、洗神、纹眉呀，还有纹唇，现在泰卡真银泰卡会用，就我也会，就是染发。对，所以事实上泰卡为什么大家会流行讲，听说用它刺眼给原料去染，因为染发其实是很伤皮肤的。我们有做过研究，130干瘾有3个人会对染发剂过敏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对染发剂过敏，这个就还好。是，那染发还是有一些小方法，尽量让你不要过敏。没错。第一个，染发前用力，就在耳朵后面先少量测试你的染发剂，关于缝吗？会有吗？如果有，那可能就要做改变。那第二个就是，头拿膜以前用力都3米，先不要洗头。好，我们头皮会分泌一些油脂，附着在我们的头皮上，这是一个天然的保护膜。第3个就是头拿膜该时节这个边缘，头发跟皮肤交界的这个位置，包括耳朵、眼睛两片，可以涂一点薄薄的凡士林。凡士林是一种油脂的东西，这样那个染剂比较不会造成过敏。第4个就是不要染得太贴我们的头皮。有干瘾，因为那个白头发。
一张叶就走出来没，就泡出5号坤，其实会容易讲，你要把它染得很贴，所以有镜头片来坤开始结，它整个头皮上都是那个染剂，这样子过敏的几率就很高。然后再来就是染的颜色，好，你看原本的头发的颜色不要相差太多，如果后上瘾，本来就糊该调那么，会染都变白色、很银色、金色，那你就要先漂发。要先把原来头发的黑色素去掉，再染上色，这样就很伤头发。是，对，有的人要染得很黑，想说这样子可以维持久一点，可是你越黑，它里面染剂的那个 PPD 的量越多，所以不要跟你原本的头拿摩该颜色差太多。然后再来就是有干因为地肤哈，来补臃龙来中医哈做后嘞。对，就是这个如果是有训练过或有学过又还好，要不然那些都是一些化学的成分的东西。其实简单讲，就会讲，当然太敢黑，因为爱漂亮嘛吼，可是其实就是尽量减少染发。适度的在安全的环境之下，安全的美很好啊。对，但是就是要注意你的环境，注意你使用的东西，然后注意你操作的过程，然后就走对。真给吃到压真给你，它那个化学染剂，其实有时候你光闻那个味道，黑某就会你用那时间会觉得头皮很刺激，那就代表哇，你真眼会注意哈。你说压清流行就会很天然的那种染剂，有没有？染2天颜色就掉了，有没有？那你可以保证那个真的很天然，因为你染上去到第3天，怎么没有了？你看那个它只有附着在我们的头发的外面，它没有跑，对，它没有进到我们的毛鳞片里面哈。不是说要真品就会养头那么大家来注意。不过其实你看到欣赏工作暗斗，大家就会想，其实很多人就会说，那像假设我落发。我掉发很严重，这个可以去看皮肤科吗？可以啊，皮肤科管的范围很宽，是不是？毛发、指甲，还有全身你看得到该皮肤，都是皮肤科医师在诊疗的范围。是，所以比如说你黑讲按灸啊，你用那个什么蜜蜡除毛啊，突然觉得过敏，你也可以去看皮肤科医生，那都是对不对？对啊，夏天有些女生要穿洋装嘛，她就会想要除毛，腋下也要除毛，手脚也要除毛，所以除毛的方法这个部分也可以跟皮肤科医师讨论。现在唯一永久除毛的方法就是除毛雷射。对，这是永久除毛的。所以其实我是想，你改皮肤科改帮先生讲的，皮肤科管的动法吼，都问题走得落皮肤科先生来讨论，还有嘛个会注意，你等下长来讲。因为绕墙头黑，你怎么讲皮肤科该注意？梦性上吼，其实皮肤科管的范畴很宽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其实因为一般人会知道可能爱皮肤有一些痒啊，要还买个皮肤的问题才会去看皮肤科。不过其实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，比如说有一些皮肤的问题，大家就会想讲，都带一看皮肤科的欣赏，也还讲一看妇产科的医师。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怎么去知道都在买该东西去看皮肤科？要提醒大家，皮肤可能都变发，就看皮肤科。所以指甲，对，比如说指甲，你可能都该皮肤有出现状况，包括它看起来的样子，我们说它的外观、颜色。好，就连阿捏甜，有人会泡柠檬汁，挤柠檬的时候，这个柠檬的水溅到我们的皮肤上，在晒太阳，其实会糊。有个漂亮，你就会出痒痘，哎呦，是不是皮肤癌？因为一下就只有按多呜该点出来，所以你皮肤上外观可能都该变发，就看皮肤科。那我问一下，迄个你按就一直在喝南瓜汤，有冇顶瓜哎？对啊，皮肤会变黄吗？南瓜、胡萝卜、木瓜，这些都有胡萝卜素。如果你吃的量太多，真的会是真的会吗？是真的会，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A。哪个医生讲会很明显吗？可能是几久，可能是几多。比如说你每天中午连续1礼拜都喝1碗南瓜汤，爱用不会吗？量如果不多还好，真的对，真的。因为为什么爱不爱用不？你知道吗？因为给你爱的。真的去看欣赏，不看皮肤科，真的就是一般的诊所，就欣赏，就我是下一个病人，就听到那个医生问他说：“
小姐，你最近有喝南瓜汤吗？为什么皮肤那么黄？我就在想说，真的他们在问诊，真的还会问到安永跟问题，那就想讲，那我最近有在喝南瓜汤，我的皮肤会没变看不？所以真的有时候黑宫也是可以利用青苔会反映在皮肤上面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维生素 A 会沉积在我们的皮肤上。错，个意思嘛，该黑宫你发现按你的皮肤变得青黄，那讲的黑宫你是贴都给金怪啊嘛，其实也是要去。要看一下医生，看一下医生，跟也是，而且也是可以去看皮肤科，先的也是可以这样。所以其实亚边同胎感的讨论哈，有真的很多，你的外观，要是你的症状，或是触感，比如什么粗糙疼痛啊，呀黑宫，你有一些数量上的变化呀，嘛该整体都得去皮肤科挂号。好，这跟大家来讲一下，也是算是一个卫教知识哈。其实皮肤科医师要管的事情是很多的哈，连那个什么纹路凹陷你就会注意。对啊，那个是包括皱纹啊、抬头纹啊、皱眉纹啊、法令纹，这个都是算美容医学的部分。对，不过紧不紧哈，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同大家分享一个清楚的观念，就会讲，其实你去挂皮肤科的诊的时候，其实要有准备的哦，你黑马医生哦，有准皮。你会看医生就跟考试一样，你会回答医生的问题，你会问医生问题，譬如讲根本头那么一下就掉很多头发，这样子需不需要去看医生？你就会低头讲，正常该100根以内的头发脱落是正常的。那如果超过100根，我们就太多。俩这种情形，如果2-3天而已，我们做它抹油紧，2-3张捏，就可以看医生。所以你要先去看医生之前，你会先准备好。第一个，俩的问题去救嘞。好，你的掉头发掉在哪边？好，你掉头发的状况是怎么样？这个都要跟医生分享，然后告知，然后医生这样做的。知道你的问题在哪边，去帮你做后续的检查。整体哈，古说鸦片头胎噶整理起来的是5WEH，就是讲，我做嘛有一款欣赏，你听说知道那位乖乖嘛？不过按用个整体有急救你自己要观察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那你发生在什么地方？不还给你油膜？比如讲那你为什么你会想讲会一刮后就会想讲你可能会担心，你担心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可能怀疑什么？如果你按有个针头，你会自己先偷偷做什么处理？连他都要跟医生讲，像我们说掉头发，头皮的霉菌感染也会掉头发。那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，有宠物的霉菌的感染掉头发，我们有可能太几嘎都有，因为宠物在家里跑来跑去。可是如果是雄性秃，就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有，不是只有你的爸爸、叔叔、伯伯这些男性的家属有，这个都是不太一样。好，我记得有一半去洗头拿毛，我很少去洗，但那天就觉得头好痒我想要去洗，因为觉得已经3天没有洗头拿毛，有一点点脏，就去洗头拿毛，然后对方就真的很好心还抽下来要洗的时间就。小姐，我免费帮你做一个检测，然后就说好可怕，我妈该检测，就拿一台仪器有没有，然后就开始弄我的头皮，弄完之后就是想说，可是你讲就会洗头拿毛听抹嘛做嘛事情想讲要不要按灯一样，完毕之后惊人的事情来，他说，小姐你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就看你知道我的头皮被他讲的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下你这个毛囊，你这个讲的真的，而且那个图片放大很多倍，对。然后你就讲，你看你要被阻塞，你这边有那个油，因为功能他说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什么套餐可以选择，你要哪一种？我心里想说，我就简单洗头拿毛就好，黑个有冇个问题，我真嘅就去看欣赏就好诶。好，不过也就会同大家来讲，你要先把自己按用给针头做记录，然后你去看医生的时候。就可以节省双方的时间，对，也可以解决你的最重要的问题。对，我时常请等一下还有列出来，黑公你同时上来讨论嘅时间，有他看皮肤科的3大地雷黑毛，给来看一下。因为皮肤科就全身的皮肤都有些有问题的话，可以看皮肤科，因为脱肤啦，因为脱散，所以有些人觉得很麻烦。有个骗你就讲。以前啊，老人讲，师傅啲片用缝，可以因為本來做好咧，用做切唔好，用就同你講啊，你講眼看一下啊，係啊，看一下，有間人冇喲，對，有間人講用眼做唔實款咧，那怎麼辦？所以一定要第一個一定不行，那怎麼辦？那你要怎麼辦？要勸他，要勸發他體就冇呀，那就沒有辦法開藥。連他醫師法規定，一定要親自診療病人。
确认病人病情之后才可以处方药，所以就不能开药，你睁眼就不能开药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哦，然后第二个就会骗刑商，庆毒片很奇怪，刑商咩唔会处罚，好，你问佢讲你要几多银嘞？本来应该1礼拜就其实讲从不应这样按用，好，有过马药嘅冇，过庆多种药嘅，如果冇，系冇过马街，冇就所以马街药嘅冇马街都冇，好，其实医生会问你的问题，医生他自己有判断的原则，而且他为什么会问你，是他需要这个资讯，所以你骗刑商对你冇买好处，对，会延误你的病情的治疗。我觉得是排谁。有时候是排谁，因为比如说你延误治疗，比如可能冇按洋葱，不讲你来时间边都清洋葱，因为你偷偷乱擦药有冇？然后怕被医生骂，就某啊就按用你。对，可是真体重的按用你，因为你这样反而会让医生判断错误。对，而且如果你之前做的是一些不正确的治疗，医生容你搞你，他把你入位了呀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坦诚一下，对不对？那第4个，这个是。鱼雷是不是？对，第4个庆毒引就会顺便啦，吼，就讲一家看一家问题，就么按摩的用版型，按来的用版型，基本上我们的看诊是很专一的、很专精的，所以没做我们的一刹那有诶，拿本。几副下眼，你讲该在用诶，爱看选上啊，就讲是但每一下爱来的吼，偏用，你可以帮忙顺便开个药，按用做我们的，我觉得不可以一人拿药全家擦，这个好严重。不过庆毒引按用哦，比如讲寄来看门的咬到，高俩庆有效哦，下摆加。每个脚带用版型，其实两个拢讲俩药会清好，你做过俩做好嘞。我上次去那香港脚的药清有效，有冇？爱看你干咩霉菌，你拿一狗牙。爱用清唔好，这个太棒了哈！今日有这样多欣赏，都鸦片同大家来分享按到肌肤的问题。其实今天只是提出1、2个较简单的概念，同大家的分享。这本书里面呢，很少图片，密密麻麻的写的非常多，很。有图片，有，而且就是算是，这应该是欣赏你自己在诊间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种，就是一般的病人的状况。对，就迪度有安勇有没有？就是很跟我们很亲近，然后我们可以很切身的摸体，都得同台感的摸。好，所以呢，医生真的对我们很好，我们要送书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的题目是。亚本书给书名，书名是什么？妙肌皮肤，妙懂肌肤。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，可以在有情朋友都得在我们的脸书留言，说出我们这本书的书名，就可以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抽书的活动。而且欣赏要带3本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耶，太棒了！好哦，该今日真情请感谢欣赏的都鸦片，谢谢。睇年下落去做嘛嘅咧，強下咧做潤同療。